喺香港呢個連接國際與華語市場嘅珠寶樞紐，每年11月，我哋為你開啟一場專注於實際成交、最貼近市場脈搏嘅珠寶盛會。呢度係一場專注於成交嘅盛會，匯聚咗最真實嘅年尾採購需求與消費力。香港嘅珠寶市場唔單止淨得高端同埋奢侈品，其實好大需求都係 everyday jewelry。我哋打造 JMA Show 呢個平台，就係直接令到香港嘅廠家可以接觸到香港、內地，尤其是大灣區嘅消費者，令到佢哋嘅產品可以轉成現金流。要實現呢個願景，關鍵就在於呢度匯聚咗帶住明確預算嘅買家，正因為佢哋決策快速，令你嘅參展效益得以最大化。無論係快速消化季末嘅庫存、低成本測試新系列產品，定係建立由入門到中高價位嘅完整客戶群，都可以喺呢度實現。從 Everyday Jewelry 到講究設計嘅中價位系列，再到提升品牌形象嘅高價單品，呢度都有對應嘅買家。JMA Show 係幫到我清到我嘅存貨嘅，尤其是咧每年一次咧，啲客已經知道即係呢個 show 咧係好多即係平靚正嘅嘢，咁佢哋係好識翻嚟啦。如果入得嚟呢個 show 嘅咧，個購買慾都幾強嘅，即係我一定要嚟買到一啲嘢走咁樣嘅。我哋本會今年做咗好多 AI 嘅宣傳，亦都喺媒體上做咗好多廣泛嘅宣傳，豐富咗我哋嘅產品線。因為產品嘅豐富咗，咁亦都吸引好多海外嘅買家，特別係中東啊、亞洲啊呢方面嘅嚟採購嘅。我相信今年嘅每個參展商都會有個滿意嘅收穫。每一件喺呢度帶走嘅珠寶，都成為呢座城市流動嘅風景。珠寶唔止淨係收藏咁簡單，只要配搭得好，凸顯到個人嘅風格。我希望每一件珠寶都可以變成你生活日常嘅一部分。喺呢度，珠寶由展櫃直接走進買家嘅生活，嚟呢度令你嘅品牌成為呢座璀璨城市不可或缺嘅一部分。